现在转移大主宰，万民大声吟诗，阿罗上帝慈悲。现在，尊严到万世代，阿罗三位是独一大主宰。上帝是甲咱阿罗，咱过来咱先开圣诗第605首，圣诗第605首，好处文典记了对人地图，互咱请书真先简单。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关台。一条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全能大主宰，咱就齐声唱歌，学乐上帝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加海，学乐主上帝，至尊大主宰，咱三个起立来吟。我
即点咱三个用书定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二圣诗头前的13页，显着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圣神地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看，今仔日看经文42，经文21篇，经文21篇，也就是42诗篇93篇。经文21篇，圣诗后壁面1037页。跟着咱三个来看，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伊建立世界，伊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改变，靠你袂改变。咱三个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我要感谢你，阮伫即个圣的日子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殿院来诚心敬拜你。你是赐阮智慧的主，只要阮靠着信心来祈求，掠着你圣经来应允，你拢要为阮成就一切，超越阮所想象所求的。阮伫你的内面有满足的喜乐，有无尽的福气，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予阮人生的冠冕，你做有着各种的无能的事，求你帮助阮，因为天灾人祸不断，来摇动阮的信靠甲信心。战争的烟火也无断煞，心灵的伤痛也互阮比较忧伤痛悔。毋过你依然是阮的主，你是信实无变的主，你永远听阮，要救阮到底。主啊，伫即个时阵渐渐要进入年尾的时，阮也要回顾过去的日子。虽然有特别的考验，甲经历艰难的日子，总是挑战一关过了一关。而这一切，你依然手扶持阮，因为伫艰难甲考验中间，阮所倚靠的是信实甲慈爱的主上帝你。也因为你赐予阮济济恩典甲祝福，互阮伫面对各种的挑战，拢会当顺利。主啊，阮感谢你的怜悯甲信实，你互阮每一天会当经历到你的同在甲恩典。主啊，阮也要为着即届华人伫水灾了后，需要重建甲复原的所在、家庭甲人民献上祈祷。求主你亲自安慰遐灾难中失去亲人、家园受损、生活被拍乱的人民，互因伫忧伤甲困苦中会当看见毋茫的光。也求主赐智慧，互政府、团体甲教会，互重建的工作会当顺利，毋但重建厝道路，也重建每一人内心的平安，甲彼此的关怀，
愿你的疼成做医治的力量，互破碎的心灵会当复原。主爱天父，伫即个要进入年尾的时阵，阮也将未来的日子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继续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新的日子袂记去算小你的恩典，也用信心行伫你的旨意当中。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家庭有疼甲平安，也保守教会伫真理上建立，伫服侍中同心合一，也保守阮的国家社会有公义甲安定，互百姓伫你的看顾中得到平安。主啊，伫即个要进入岁末的时刻，阮毋但要回顾过去的恩典，也要立志继续用感恩甲敬畏的心，行伫你陪伴的道路上，互阮无倚靠家己的聪明，是单单望你的带领，无论顺境也是逆境，拢信靠你的旨意。愿一切的荣耀、乐乐、关荣，拢归入坐伫宝座上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献诗，向家己要献的诗是乐乐天顶掌管上帝。享受上帝的话，咱今日要看的经节记载的旧约列王记上卷第5章第1节甲第5节。列王记上卷第5章第1节甲第5节，第二位是第8章第1节到13节。和合本记载的422页，白话汉语本是366页，现代中文译本是405页。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推罗王希兰找伊的奴仆去见所罗门，
因为听见人用油抹伊，煞接伊的老爸做王。因为希兰便所听大笔，所罗门也找人去见希兰，讲：你知我的爸大笔，因为四方的交战，袂会因为耶和华伊的上帝的名起颠，到耶和华用对敌下伫伊的骹下。那耶和华我的上帝已经赏赐我四方平安，直到无对敌，无灾祸。我意思要为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起颠，是照耶和华应允我的爸大笔的话讲，我要互你的囝煞接你坐你的位，伊要为我的名起颠。第二位第8章第10到13节，第8章第10到13节。迄时，所罗门组织以色列的长老甲各支派的首领，以及以色列人遐的族长，到耶路撒冷所罗门王遐，要将耶和华的约柜对大必城，就是锡安运进来。以他2月，就是7月的节期，以色列人拢组织到所罗门王遐，以色列的长老拢来。遐祭司将约柜，因就将耶和华的柜、甲会幕以及布饼内一切圣的器具上来。祭司甲利未人拢将伊上来。所罗门王甲组织到伊伫以色列的全会，伫约柜前献羊牛所做祭事，直到未算定，也算未了。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到伊的所在入迄间厝的后殿，到至圣所下伫基路边的膝下，因为基路边掀开因的膝，伫柜的所在的顶面，搁基路边伫迄顶面也看柜甲伊的杠。遐个杠真长，更尾伫后殿前的圣所所通看去，伫外面就袂看去。到今仔日还伫遐，柜内只有2块石碑，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耶和华甲因立约的时，摩西伫何烈山所下的。这以外无别物，无别项物。第10节，当祭司对圣所出来时，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直到祭司为着云的缘故，袂会徛伫服侍，因为耶和华的阳光充满耶和华的殿。迄时，所罗门讲：耶和华捌讲，伊要踮伫黑暗暗的所在。我已经起即间殿，互恁徛起，做恁永远大的所在。以上讲道，咱个牧师要讲的题目，上帝甲咱同在，咱请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过去20年以来，台湾的假日本来有迄降价啦因为伫即个顶一世纪即咱拢开始迄讲台湾人放假放伤济所以2000年以后开始就渐渐检讨咱即个国定假日台湾的国定假日敢是伤济所以一个一个提调。当然最近毋知为虾米怎假期煞变济啦变到10月份一直咧放假这对教会影响是真大啦因为咱嘛袂当限制会友即个出外做一个旅游但是就看到数字真侪中职就开始咧紧张但是10月31台湾过去是虾米？我即马袂记得是虾米人的诞辰嘛诞辰啊44诞辰我嘛袂记得真的我也忘记但是实际上对咱教会来讲，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纪念日，纪念1517年10月31号，德国当时还袂有德国，但是即马德国迄个所在，马丁路德、一个天主教会的修士，伊开始发表爱改革教会所以纪念即个延续几若
霸当到即马的即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教会基督教会伫10月31号纪念宗教改革，这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自己做伙，因为阮知你的名是圣，你的气力真正大，你的疼也无限量。你疼阮到安尼，所以阮将即日全部奉献予主你。阮自己敬拜，阮也学了你的圣名。上时我要听见你对阮讲话，阮也对伫圣经今仔日阮所读的经节，阮知影你要对阮讲话。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的圣神带领阮，赐阮智慧，互阮会当伫分享的中间。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听见你对阮所要讲的话。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圣神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基督教会，几若这500年以来，拢有一个口号，叫做改革的。并且持续迄改革，就是咱基督教会已经有改革啊，但是咧，即个改革、即个转变、即个转化的过程是持续的。咱袂当正讲拢讲历史，因为咱即马也喺写历史。未来的人怎样看咱？望因看到咱，也是一个改革的教会。所以，这为什么咱伫10月31号，若伫教会的主日，就是10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咱拢会纪念这个宗教改革纪念日，也是宗教改革主日。历史甲咱讲，500多年以前，罗马天主教会伫迄当阵。已经偏离了，已经走偏啊，已经脱离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伫1517年10月31号，本身也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马丁路德，伊就伫即个德国即个今仔日德国即个所在，公开宣布，公开来叫大家。也呼吁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梵蒂冈，爱做教会的改革，爱做宗教的改革。然后，这个改革的火伫欧洲规个烧起来，对瑞士、中欧的瑞士、德国、瑞士，然后咧，连东欧的奥地利，即马的奥地利，甲即马的迄个匈牙利。然后咧，到伫英国，然后北美，最后全世界拢受到影响。所以会当讲，马丁路德伫508年以前的10月31号所开始的这个宗教改革，是改变了全世界。到伫今仔日，教会持续的改革，也伫遐转变。甚至咱会当讲，即马的基督教会改变的速度，甲改变的程度，比500年前是搁较紧。牧师无算老，但是牧师细汉的时阵，咱敢会记去当阵的长老教会，一家伙仔入来做礼拜，然后到伫大门口就会安怎？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咱敢会当回想着迄个时阵，尤其是款历史有历史的大教会，查甫坐一边，查某坐一边，这是无久以前，这可能半世纪以前。咱即马咧，
无论你去大间的双连啦、济南啦、台北东门啦、台北中山教会，即摆拢无即个情形啊。但是以前就是安尼，兄弟教会兄弟坐一边，教会姊妹坐一边，拢足主动。啊，若夫妻两个人坐做伙，哇，这可能毋知影，我毋知影，因毋捌看过。但是可能伫迄当阵会变成大家真注意的代志，夫妻坐做伙，咱即马已经改变啦，也是讲50年前，连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吕牧师，哇，大家听到吕牧师，感觉牧师是稀有动物共款。那一间教会聘吕牧师做主任牧师。哇，迄是大代志！大家会讲哦，哪会聘一个女牧师？50年前，我想咱在座有做基督徒做几若十年的，超过50年的，拢应该会记起迄个时阵。但是即马咧，咱看台北市女牧师做教会的牧师的一大堆，甚至咱敢知影，即马读神学院。女性比查甫搁较侪，女性比查甫搁较侪，这叫做教会持续的改变。教会的宗教改革是一直持续的，甚至以前是一世纪一世纪迄算，即马咧差不多3档5档就会改变啦。若讲到投影片嘛是。也无输打毕业的时阵，投影片无介济，但是咱敢知影，即马新学院拢规定爱投影片。虽然讲有诶较有年纪的牧师对投影片是真歹得啊，真歹摕，但是咱即马你去上课，拢嘛用投影片。然后咧，你公司业务做报告，拢是用投影片。投影片代表啥物？加强咱的沟通，因为用话语的沟通，有时阵会走精。有人讲话大声，有人讲话细声，有人台语是台北腔，有人台语是云林腔，有人台语是台南腔、府城腔，有的人是啥物海口腔，有的人是啥物腔，叫做台湾国语啦，南做伙的腔，所以时代喺改变，即马会当讲，投影片是讲道的标配啊，所以咱会当知影，宗教改革毋仅是历史的代志，宗教改革是上帝甲上帝的百姓持续的关系中间，信心不断去做的代志。咱今仔读到所罗门王起圣殿的记载，咱知影所罗门王煞接伊的老爸大必王做王的时阵，迄当阵以色列王国已经无过四过交战，迄当阵是和平的时期，是无战事的时期，所以所罗门王伊就受感动。伊决定讲，伊要为着上帝的名来起造圣殿。上帝的名来起造圣殿，所以咱今仔日到伫今仔日，咱常常听见有牧师讲道，也是咱中日伫礼拜中间带领祈祷，甚至咱家己拢会讲。即间奉上帝的名起造的西湖教会，奉上帝的名来起造的教会。咱讲教会是上帝的家，旧约讲圣殿是耶和华的厝，但是咱知影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无受到一个建筑物所限制，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到列王记上卷
第5章所罗门所讲的，这互咱了解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所起造，奉上帝的名咱组织做伙，咱奉上帝的名来敬拜上帝，学习上帝的圣名。但是咱爱知影，伫咱礼拜煞，咱转去四过，咱的厝内底，上帝伫遐。咱转去咱的工作的时阵，上帝伫遐。咱甚至去爬山、去运动，上帝拢伫遐。所以，这个上帝的名，伫圣殿，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咱袂当将上帝的关联、上帝的主权限制伫一个建筑物内底。所以，咱袂当讲咱礼拜煞。大家平安哦，然后咱就将咱基督徒的身份放一边。当然，咱生活爱放轻松，但是咱绝对袂当忘记上帝的关联，无限制伫即个建筑物内底。咱甲上帝的关系也是无所不在。咱兄弟姊妹、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也毋是干那限制伫礼拜堂内底。咱袂当讲来到礼拜堂内底，平安哦，平安哦，然后咧，平常伫外口当作找阮人，安尼人会讲啥物？无见证。人讲咱无见证。若讲咱干那伫礼拜堂内底，较互相平安，然后出礼拜堂了后。三见面当作袂记，当作无熟悉，安尼就无见证。咱讲安尼，互上帝的名安怎见效？所以这个上帝的名这4个字，这是对伫咱人捌教会非常重要的关键字。所以咱读到伫第8章。所罗门王就将原本伫会幕中的约柜迁徙入去伊所起的圣殿，所以咧，有人讲这就是以色列将宗教事务变成政治的一部分。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啥物？咱讲政治是啥物？正人的代志，这就互因的宗教变成正人的代志，变成一个甲每一人有相关的代志。但是所罗门王伊也讲到，这是即个历史学家所研究出来，想象讲所罗门王的圣殿就是安尼，遵照即个旧约所记载来画出来的想象图。所罗门王的圣殿，上帝捌讲，这是所罗门王嘛承认。伊讲上帝捌讲，上帝要住伫咱讲幽暗之处、隐密的所在，意思是讲，咱毋知的时阵，其实上帝拢伫遐看顾咱。上帝的作为是咱有时阵想象袂到的。咱莫想讲别人看无，上帝就无伫遐。咱莫想讲天暗，电火关起来，上帝就看无。上帝伫咱毋知的时阵，伊永远去看顾咱、带领咱。上帝拢知，但是所罗门讲啥物？讲我已经起造圣殿，做你徛起的所在，做你永远所住。所以咱知，上帝的荣光充满伫圣殿的内底，亲像咱来到伫教会做礼拜。其实透过咱的敬拜，
就是互咱感受到的，亲像咱伫圣殿内底共款，上帝的阳光充满。所以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认为讲圣殿是上帝临在的所在。以色列人认为讲圣殿是因信仰甲文化的中心。同款，咱基督徒，咱也爱想讲，西湖教会就是咱属灵的家，是咱对伫一家会的一个归属的所在。咱讲，咱是一个家庭，讲到咱家己的家庭、家族，咱对待咱的家庭、咱的家族，三不五时也要安怎？大家三招来安怎？做伙食一个饭好无？还是要计划去出国旅游，然后全家是大是细，大家招招的，大家组一团。这个组织，这个你的一个感情的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爱知影，咱拢真熟啊，但是讲熟，这个全部大家做伙组织的机会，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安怎熟，咱是甲某几个人熟。但是，咱会当大家三角组织，即款的组织，这是无共款的。所以真鼓励咱大家抓条机会，教会目前的现况虽讲聚会无济，但是望咱把握每一个会当咱大家三角组织的机会。咱望讲明年度的时间内底，咱增加咱大家做伙组织。的一个机会，伫旧约中间，咱知影，既然圣殿、上帝的殿是以色列百姓信仰中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所以咱知影伫圣殿内底，上帝赐福。甲伊的百姓做伙的改革，这就为什么咱读到旧约以色列的遮个先知，上帝拢通过遮个先知来讲出改革的声音。亲像先知阿摩斯宣告什么？伊替上帝宣告讲，上帝厌恶恁的祭祀。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为什么？因为上帝毋是干那看外表宗教的祭祀，上帝看的是人的心，上帝看的是咱对伫信仰，咱怎样来活出信仰。上帝厌恶人掠宗教做外表，实际上却是。亲像以色列伫因走偏差的时阵，虚假冒伪善的迄款的言行举止，这也是为什么当上帝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伫犹太人的中间。耶稣看到圣殿内底有一寡生理人交结遮的祭司，伫遐做生理，做啥物生理？犹太人来圣殿来献祭，然后需要根据圣经，爱有无瑕疵的祭物，然后祭司嘛真够做生理。就交给遮个做生理人来讲，因为祭司爱判断
来敬拜的人、来献祭的人所要献的物件，敢有瑕疵？所以祭司就故意刁难，讲你这无合格。啊，当然要来献祭的这犹太人，伊搬山过岭，辛苦来到伫圣殿，当然会问讲安尼要安怎？我带来的祭物，你讲有瑕疵、无合格，祭司迄当阵就教讲，安尼你去甲即担来买，上水的羊啊，然后上水的粉鸟，然后做生意人就故意价小开足悬，用安尼来趁钱。所以就是为虾米耶稣看到真生气，耶稣来到伫圣殿，看到即款的情形，耶稣就将遮个靠着宗教来贪心趁钱的人，将因赶走，并且将换钱的遮个做生意换这卖粉鸟的担，甲伊车互倒。为什么？因为祭司限制讲，你若现金一定爱即款的，然后伊就讲不要紧，圣殿会当兑换现金，然后迄个兑换的汇率咧特别悬啊，所以耶稣受气，清气圣殿。耶稣对因讲。圣经有记载，我的殿要称作基督的殿，恁竟然甲伊创作插修。所以咱知影，上帝的百姓中间，上帝赐福迄带领宗教改革。但是话讲转来，耶稣以前即个真早以前牧过一间教会，教会内底当然有冤家啦，就有人就当作讲耶稣当时嘛来清气圣殿啊，所以伊来教会冤家就讲耶稣嘛清气圣殿啊，所以礼拜煞伫遐冤家，迄是对伫牧师来讲，迄是真大的伤害。打讲道过讲彼此相听，然后礼拜煞。就为着就去教会的行政事工伫行政事务伫后壁迄冤家，迄是迄当阵迄是真疼的代志。这是会当讲叶牧师牧会生涯真疼的一项代志。各地讲耶稣伫遐升起圣殿，其他会友甲伊讲啥物？人是耶稣，你敢是耶稣？所以咱运用圣经，人也爱思考，人爱思考，思考当时的历史背景，然后思考咱家己，思考咱家己，怎样上有效的沟通，这也是真重要。因为咱既然讲主内兄弟姊妹，咱来练习，兄弟姊妹安怎对待？那兄弟姊妹其中有一个我大哥啦，然后咧，对待小弟小妹拢是迄款大哥型，听袂爽快就骂啦、吵啦、拍啦、讲啦，安尼无好，安尼无好。家庭安尼袂不能家和万事兴啦，虽然讲咱拢加减有咱的脾气，咱的迄个心态，但是咱也爱学习，咱袂当掠掉一点。耶稣当时嘛清起圣殿啊，甲人车刀啊，甲人车倒的时阵，敢有温柔？用即款理由啦。但是咱也爱掠掉，圣经敢是教咱讲，合意的话是啥物？金苹果落伫银网银的网内底，金苹果落在银网里啊，但是咱重点爱知影，咱的改变，咱的转变。上帝拢伫咱中间，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咱来看，这也讲转来，初代教会
初代教会为虾米，互真侪人遐尔兴盛？除了使徒行传讲，大家出伫听，有物件公用，然后有欠缺的得到帮助。初代教会的神学家特土良，伊就捌安尼写：看啊，基督徒是安尼彼此相听。这是多多所讲，咱要有个调和。但是咱嘛袂当否认，初代教会的彼此相听，到伫马丁路德所活的迄个时代，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丁路德看到的教会是教皇掌管军队，然后四国征战，然后教会的职务是用公开表述。向出价悬，我就互虾米人做地区的主教。然后咧，当时的天主教会，佮用武力，也是惊吓来控制信徒。这顶个也讲到，情绪勒索，情绪勒索真无好，情绪勒索。咱爱用上帝的话，互咱。大家会当感动来做伙做，毋是用情绪勒索。毋望牧师无安尼啦无安尼面臭臭就互会友惊讲，牧师面臭臭啦，惨啊啦，莫毋望讲上帝保守。但是当时的天主教会伫马丁路德迄个时代，就是安尼用武力，用地狱来吓惊，亲像迄台南有一间庙，有迄个电动的迄个18层地狱。然后我伫听讲台南以前的国小校外教学拢会带去迄间庙，然后看迄个电动。你知影？台南有一间庙，我袂记啥物名。迄有一个电动的迄个电动的类似花灯的迄款的18层地狱，然后国小学幼稚园国小的囡仔。带去校外教学去参观，大家惊要害。讲爱做好事，这用惊吓，这是用惊吓。咱莫笑迄个公庙安尼创。500当前的天主教会就是安尼。讲道的时阵边仔就搭迄个地狱图，然后甲大家讲地狱足恐怖，恁着爱安怎？然后咧趁机卖赎罪券。讲你惊袂要紧，惊地狱袂要紧，你买赎罪券，买愈多，赎的罪越大。500当前天主教会做即款代志，所以逼着马丁路德挡袂牢，出来讲教会毋是安尼，信仰毋是安尼，上帝毋是爱咱安尼。这就是马丁路德为虾米要做改革。但实际上，马丁路德以前的几若世纪，就一直有教会改革的声音，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人迄做上帝拢咧看，上帝也不断透过勇敢的基督徒发出对伫教会改革的声音。亲像圣法兰西斯，12世纪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上出名的是啥物？伊讲道鸟仔听有啦，伊讲道时阵鸟仔就飞来，所以伊的雕像拢有鸟仔伫伊的迄个伫做伙伊讲道连鸟仔拢受感动。但是圣法兰西斯伫12世纪就开始宣讲简单的生活，然后咧基督徒爱将信仰转换做对艰苦人的服务。然后14世纪威克里夫咧，威克里夫伊批判教士阶级的奢华的生活，以及对伫礼拜无意义
的即款虚华的仪式，伊有真大的批判。然后咧，威克里夫认为上重要的是啥物？人人读圣经，所以伊开始将圣经翻译做英文。然后14世纪末、15世纪初，即个约翰福斯，伊批判的是啥物？批判当时的天主教会违背圣经教导的神学观点，甚至约翰福斯因为安尼，互罗马天主教会处死。这多多提起的几个。当然，上帝伫历史的主宰，所以上帝圣神也趁着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有迄款追求真理的心，不管对伫文学、科学、艺术开始追求啥物？真正的价值。人活地的价值，良知是啥物？是指人活的意义。然后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有啥物意思？为什么德国人爱读拉丁文？拉丁文佫一般人根本看无啊！为什么德国人袂当读德文？英国人袂当读英文，到伫咱今仔日，咱会讲，台湾人读咱即个台语的圣经真亲切。同款500年前就已经有啊，这叫做民族主义思潮，甲宗教改革的真大的关系。咱开始感觉讲，我爱用父母话来读圣经。我会用我的话来了解圣经，我毋免透过天主教会的神父讲念经文，我根本听无。然后伊来解说，解说对啊毋对，我根本看无啊。所以16世纪透过马丁路德、加里文，甲慈运理。即几个，才会神学家来用行动改革教会。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所注重的就是咱所信的，爱重新转来基督耶稣的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是啥物？上帝是慈悲疼痛的上帝，咱的灵魂要得救，只有靠着恩典来得到拯救。只有靠着恩典，毋是靠着人做功德，毋是靠着人开钱买赎罪券。然后上帝是慈悲疼痛的上帝，所以咱来敬拜上帝，毋是用惊吓，毋是我惊上帝甲我处罚，所以我勉强来做，是因为上帝真正疼我，所以为着上帝的疼，我愿意来学好。讲到咱即马的教会，最近这几十冬以来，教会有真大的改变。咱教会现代，咱讲到无搁讲迄个18天地外的神学理论，咱即马注重的是啥物？日常生活中间，咱基督徒要怎样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咱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是因为咱伫信仰中间，咱照着咱合适用圣经的教导来生活，咱体会着
上帝会听甲稳定。虽然注重的是日常生活，教会的教导也无过是干那强调死了后上天堂，咱是强调咱基督徒伫即个所在、即个时阵，咱爱活伫上帝国，就是上帝掌权的中间。咱教会的生活也有真多的改变。咱发现教会的姊妹伫教会事工的中间，担当搁较侪带领甲做决策的角色。教会也常时付出搁较侪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弱势团体，关心着社会中需要关心的人。无久以前40年前，关心教会、关心社会，会互人讲恁插政治。但是咱即马会当讲，每一个教会无分教派，拢强调关心社会。当然，关心社会，咱宗教团体总是爱甲政府机关有配合。咱无搁讲这是插政治，咱爱甲政府机关做沟通。人讲以前讲这是插政治，这是反政府，咱即马逐教派拢嘛做同款的代志，因为这就是教会生活的改变。然后教会也搁较积极来推动、来教育全体社会，咱爱依附上帝所创造的环境，咱要活出人类正做上帝中心的关系，上帝中心的关系，所以咱会关心着整体的环境，咱也付出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上帝所要改变的，也不只是教会组织层面，圣神运行伫咱每一人的生命中间。照着洗礼，互人的生命会当更新。伫咱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上帝也持续伫生活中间去改变咱。所以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保罗敢毋是安尼讲？咱证人，既然甲上帝当头对面，看到上帝的荣光，咱就亲像用镜在看，咱正做主的形状，光荣搁较光荣，亲像对主的神比正的。咱爱活出上帝的模样，咱爱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标，努力的目标。留意下这，圣神亲像风，会吹着无同款的方向。上帝也爱咱学习伫信仰的中间，咱会当持续来成长，会当伫生活的中间，也亲像面对着圣神的风同款，风吹方向有无同款的方向，咱生活中间也有无同款的挑战，时时刻刻拢有挑战。所以，当圣神对咱讲话的时阵，当圣神互咱得到感动的时阵，咱莫阁用迄款常常听到的借口，就是卖啦，阮一直拢是安尼啦，卖啦，阮古早以来拢是安尼来做。咱莫阁用即个借口，愿咱会当亲像先知撒母耳，当上帝出声的时阵，
撒母耳安怎回答？撒母耳回答讲：耶和华啊，请讲，你的奴仆在听。耶和华请讲，你的奴仆在听。愿咱伫圣神的带领、感动下面，咱持续追求改变。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知影你伫阮的中间，你带领阮去改变。虽然讲阮每一个人拢有阮的个性，阮也有阮软弱的所在，阮有阮的欠缺。但是主啊，阮知你伫阮的中间，你持续去带领，你也伫阮的中间。你用你的气力来改变阮，主啊，恳求上帝你持续带领阮来改变，来持续互阮会当得到圣神的感动，阮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恳求上帝你带领、看顾、甲保守，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三个人回应的圣诗605首，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开力的保护，艰辛听候主所安排的路，愿在上帝面日无停地照顾，逐个新日子主亲切招呼，即阵咱三个起立来吟。请坐。下面咱们来奉献，咱请
秋妹执事加余养执事来书写。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手报，咱来看正手边的部分。报告事项第一项，11月教会操会班要伫即礼拜六11月初1上午10点，要伫礼拜堂上课。那已经报名的学员，咱请准备出席。啊，有要加入的，咱甲秋妹执事来接触。第二，后礼拜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中职会甲小会。第三，每礼拜5下午7点半读经聚会，咱用总会的每周的圣安讲读经。那咱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四，即个刘先生感冒甲新冠肺炎吼，咱拢有看到咧广告，拢呼吁咱大家吼做了幼心吼，咱有对身体有家己讲无啥物反应。咱就赶紧做安尼吼。第五需要牧师探访，咱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那个牧师也是中职来讲一下吼，咱来安排。第六，后主日礼拜第8加内底经文，咱看甲看。过来咱看倒这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是上午8点45分，拜五咱有新安讲的查经，伫下午7点半。那操会班，每一个月的拜六，上午10点。再来本周厨房的部分，交代是帮师兄甲春英姐吼，操会是牛长乐，清扫是明长乐。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书会是余养执事，苏琴是牧师娘，领唱是牛长乐。书献是我本人甲秋妹执事，交代是素琴姐甲平阳兄，操会是操会班，清扫是秋妹执事，再来顶礼拜奉献部分，咱甲家己看后出日的，咱我也是甲秋妹执事来见证。再来咱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大家。白话汉语本读2遍，华语读1遍。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来，请。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这样富裕。诗篇58篇第2节，
来，咱大家来这个吼，咱用讲述来请安问好。来啊。OK， 咱来吟上行390首，上行390首。俄罗天父愿福本源，愿能极大仁爱照常。俄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将你万全。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吟。生活中间，靠着圣神的气力，甲圣神的引带，咱对着咱家己来改变。咱也透过咱自己做伙，伫即间奉上帝的名所起造的西欧教会，咱也做伙来改变。咱也透过咱所改变的，也当影响着咱四周围、咱的社区遮的人。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恩典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